新聞頭起先來看美國甲伊朗的大官，今仔日攏已經到巴基斯坦啦，是要來敲和平談判。不過伊朗是要求嘛愛停止攻擊黎巴嫩，加上解除制裁，因才願意開始談判。這雙方要達成共識，恐驚是無遐簡單。美國副總統范斯率領代表團11坐2架空軍飛行機到伊斯蘭馬巴德。美方上屆信任的巴基斯坦陸軍元帥穆尼爾，也個外長親身去迎接。前一天，伊朗國會議長卡里巴夫甲外長阿拉奇所率領代表團已經先到位啊。這場和平談判將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戰績上懸的美伊會談，也是2015年伊朗核子協議了後，兩國官員頭一擺面對面。結果有關脆弱的2禮拜停火是毋是法度繼續落去，也閣有荷姆茲海峽是毋是法度順利來開放，緩解全球能源危機。雙方佇會前各自態度攏真強硬。If they're going to try to play us, then they're going to find that the negotiating team is not that receptive. 伊朗代表卡里巴夫是佇社群寫講，華府進前已經答應解凍伊朗的資產，並且同意黎巴嫩停火。美國所講的這必須愛先做會到，談判才開始。伊朗代表團已經甲巴基斯坦官員會面，參詳可能的談判時間甲方式，也講卡斯華府若互伊朗應該有權利的真正成捆的協議，伊朗準備要接受。不過美國甲以色列攏否認這陣的停火協議包含這黎巴嫩。川普也發文嗆聲伊朗，除了利用國際航道對世界進行短期的貢錢以外，根本無任何條件。這陣也有法度換條例，唯一的理由就是轉來談判。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講，判斷這談判是法度佇11結束，為時也傷早，並且講談判無時間的限制。黎巴嫩問題真多，負擔一大變數。以色列為了煽動伊朗代理的勢力真主黨設備擴大攻擊，造成300多人死亡，上千人受傷。黎巴嫩總統府宣布，下禮拜要佇美國華府甲以色列會談，討論以色列甲真主黨停火，也個雙方展開談判可能性。也毋過真主黨甲以色列攏拒絕甲對方談判。公視新聞，施惠中編譯。